各位，做大家平安。咱即摆来串联咱今日早起所引的献诗吼。啊，感谢上帝哦，今日上帝互咱有遮尔好的天气，吼，咱就爱大声来学乐，然后专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来先看第一首献诗50首，第一首献诗50首，等着学乐摇花。咱来唱第1节到第4节。献诗，第2个献诗46首，献诗46首。我对亲亲喊天，哦，这首咱无唱过，哦，所以咱团的是爱较认真来团练安尼，吼，这首咱无唱过。咱团练第1节到第4节。我对亲亲喊天，求我主的名，主你中啊耳空，听我恳求的声。第2节，最后主那就团练第3位的献诗，献诗201首，献诗201首，救主听谈的声。好，咱嘛共款团练第1节到第4节。
咱即马还阁有几分钟吼，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咱今日的礼拜。敬拜的时间有安静的环境。这时要开始今日敬拜，请大家安静心。来啊，恁着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达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清的所在，
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手造成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咱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也是伊手的羊。今日你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即时，请大家用信息50首，就阿罗耶和华来阿罗耶和华，因全首，请起立。即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为父。第三日对死人叫高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门。
请坐。即时要来刻印，今日刻印文是刻印文13篇，刻印13篇是出自诗篇51篇。咧信息的后壁24页，我来刻，请大家印。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的，就是得罪你安尔。直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有青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将照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正面，若爱我就恨。上帝所爱的罪，就是忧伤的心。这是咱国用圣诗46首，我轻轻献款来阿罗上帝，因全首请起立。这是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满满的上帝，愿荣光归着你，阮永爱的上帝啊！
你差遣你的独生囝到世间，互阮对伊得着国活，愿荣光归伫你。主耶稣基督，你通过福音显现活命甲永生，阮学罗你。至圣的上帝啊，即时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得是你，常常离开你的道路，亲像迷失的羊。阮过头骄傲，相信家己的计谋，放纵家己的情欲，干犯你的性的法度。应该做的无去做，无应该做的反转去做，性情软弱，身体也无力，无通行好。主啊，真正阮恳求你的怜悯。即时世界因为肺炎病毒的影响，大家拢咧行遐，天气变冷，即个疫情哪加天，阮真正惊遐，啊无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徛起的即个土地，比别人搁较好，会当自由自在的生活。主啊，阮知影，这是阮得是你，阮无好好啊管理即块土地，无好好啊管理你所互阮的，直到即个疫情会摊开。主啊，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看顾，因为创造是对你来的，万物拢对你来的。阮知影，困难、艰苦、疫情，拢是你应允的。阮恳求你的信心，甲阮支持，互阮有智慧、有坚固的心，来缀你的脚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间。求你看顾所有政府的官员，会当有好的政策，互阮会当继续在这个岛屿平平安安的过活，来倚靠你。来敬拜你，主啊！年尾要到，教会一个团契，中职会拢咧备办明年的事工。主，阮将明年一切的规划，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互阮智慧，互阮勇气，会当看见你要互阮行的路，你的旨意，你愿意即间教会咧遮要60年啊？你的旨意是要传播你的福音。主啊，恳求你坚固阮的心，互阮有智慧，将你的福音，互社区周围的人会当体会你的疼，你的慈爱。来遵循伫你的教会，真侪你的百姓。主，阮恳求你，也感谢你。主啊，求你看顾教会，身体有软弱、心灵有困苦的人，这兄弟姊妹，因为侪原因，身体软弱，心灵艰苦。主，阮恳求你，借着你的信心，透放因，互因对病痛、心灵艰苦中间行出来，互因会当将一切拢放伫你的脚前，互因会当
平平安安、有信心的行过这段困苦的日子。阮恳求你的怜悯，也恳求你的恩赐。主今日心容要徛讲台，求你的信心甲伊支持，互伊讲出来，会当互你的旨意、你的话语显明你的荣光，互一个人，互所有听的人会得到帮助。阮将礼拜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的恩赐，你的看顾。阮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要来读今日上帝的话。今日圣经是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第14节。咧周报顶悬，伊拢有拍出来，请大家掀开来做伙读。我先用和合本修订本来读。出埃及记32章第1节到第14节。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它，把它铸成一头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前面足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乐。耶和华吩咐摩西：“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头牛犊，向他跪拜，向他祭献，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看啊，他们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我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消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将灾祸给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向他们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要将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让他们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这时我用台语汉日本搁读一解。百姓看见摩西眼前无落山，
百姓就聚集到阿伦遐，对伊讲：起来，甲阮装上帝，通行伫阮的头前，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迄个人。我毋知伊拄着啥物。阿伦对因讲：恁的某、恁的囝、查某囝，耳仔所挂的金环，拨伊来摕来互我。百姓就拢拨伊的耳仔的金环摕来互阿伦。阿伦对伊的手接来，煮一只牛仔用剪刀刻伫伊，伊就讲：以色列啊，这是你的上帝带你出埃及地。阿伦看了，就对牛仔的面前起弹。阿伦阁宣布讲：明仔日就守节，服侍耶和华。隔日清早，因起来献小祭甲平安祭。百姓就坐伫灵者起来滚笑。耶和华对摩西讲：去啊，你落去，因为你的百姓就是对埃及地带出来的，已经败坏家己。你应紧紧离开我所吩咐因的路，为家己煮成一只牛仔，跪拜伊，献祭伊，讲：以色列啊，这就是带你出埃及地的上帝。耶和华对摩西讲：我看这个百姓，看是按阮的百姓，你打出伫我要大大受气因，要无因用你诚侪大国。摩西就对伊的上帝耶和华求情讲：耶和华，你啥事大生气？你的百姓啊，是你用大气力、大权能的手，对埃及地带出来的。啥事，互埃及人有话讲，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害死因伫山中，对地上除灭因。求你回心转意，煞你的大生气，无降灾祸互你的百姓。纪念你的奴仆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捌对家己对因咒詛讲：我要互因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遐多。搁我所讲即个全地，我要赏赐因的后裔，要做因永远的也。对安尼，耶和华退火，无降落以前所讲的灾祸，互因的百姓。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阮的心中。只是要来学老，今日是主日后，要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小小双手为主做工。
阿罗上帝，今日的声拢是上水的。今日要正道的是阮的新学生新荣，伊要正道的题目是两个家己。牧师，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是台湾圣下院的纪念主日，咱台城头一个名叫牛津学院，是马盖普斯伫1872年的时伫淡水来设立的。迄时，伊带着圣下院的学生，摕着迄出去的器具。经过咱依然真多的砖头，医治咱的身体，搁医治人的心，甲耶稣的福音传予这片土地每一个台湾人。148年后的今日，咱同齐来思想咱信仰的源头，嘛透过对圣下院的关心、奉献、甲代祷。仰望上帝兴起搁较侪的传道者，学习马盖普斯，甲上帝的福音一代一代传落去。咱今日的讲道正前，咱来做一个祈祷。慈悲疼痛的爸，感谢你，互阮会当同齐来认捌你的话语，求你家己拍开阮的心门。接受圣神的降临，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毋知兄弟敢会讲个共款？每一届读到即个旧仔的拜旧仔，以色列人拜旧仔的经文的时，会认为讲以色列人哪会遮无顺服？明明上帝伫出埃及记第20章已经讲过啊。伫我以外，你毋通拜别的上帝，毋通为着家己来雕刻偶像，无论是天顶的、地上的，也是地下的，也是水内的，你拢毋通拜。到底是啥原因？因明明知影讲毋通拜旧仔，但是因就是袂禁得，无法度控制因家己，一定爱拜。有人讲。这是因为因毋惊上帝，但是敢是安尼？伫西奈山的山骹，因捌听到，嘛看过迄个起雷、是拿分割的声。迄个山顶阁呛烟碰碰，因着袅袅喘，因着拜托摩西，甲摩西讲：求你甲阮讲，我一定要听。莫互上帝甲阮讲，因为阮惊讲听了阮会死，所以因是会惊上帝的。若是安尼，敢是因为以色列人全部拢袂记得上帝的话语，因拢记袂牢？可能嘛，毋是记袂牢，因为伫出埃及记第17章、20章，咱会看到伫短半年内面，短半年尔。以色列人3届应讲，既然上帝所讲的，阮拢要遵趁；既然上帝所讲的，咱拢要遵趁。这句话毋是60个人讲的，嘛毋是600个人，是60万人讲的。这60万人拢同声保证讲，因要遵趁上帝的话语，但是哪会遐紧？所有的人拢袂记得啦。上特别的是亚伦，因为亚伦是祭司，为什么伊嘛袂记得？尤其是伫出埃及记24章第90讲中，亚伦捌对摩西伊的伊的弟弟，甲以色列人的70个长老，因家己看起上帝，伊伫山顶上帝的面头前。食物件，搁啉物件，但是伊嘛袂记得啦。我想，伊应该拢有记得，因为因可能是全世界看过上侪上帝的新业的人。
百姓已经看过伫上帝伫埃及的时，迄降落的10个的灾难，百姓嘛已经经过红海，嘛伫旷野得着吗哪，甲肥内的盐村鸟仔做食面。伊嘛看过迄石头会蹦出水来，检测因毋是毋惊上帝，也毋是袂记得上帝的话语。到底是啥款的力量控制以色列人去拜迄只牛仔？看到以色列人会拜牛仔，互我想到我家己的经验。伫2013年的10月12号的暗时啊，我伫花莲的海边啊的体育场听报道会，迄时是落大雨、喷大风。我带雨伞，还阁举一个雨伞，行去迄个台前，听牧者用迄提摩太后书4章20的经文，替大家来做一个决志。转去了后，我就把即个经文抄伫我的圣经顶面。迄段经文，今日嘛有带来遮。伊是讲对今日的开始，我一定爱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迄天我真正是足感动的。无想到过2天了后，我想起讲，上帝已经赏赐我伫世界展望会做一个社工的督导，预备要来结婚。伫一个庄卡所在做督导嘛，是一个稳定的工课。我家己看起来嘛是未来正有发展，所以我想讲。做传道者的呼召，其实就是传福音予同事，安尼就好，无一定爱去做传道人。所以我就把即个呼召放一边。迄时我就亲像拜牛仔的以色列人，靠家己来解说上帝的话语，靠家己来改变伊的话。大家若是回想到我头前所讲的，是啥款的力量？互百姓甲亚伦去拜迄只牛仔，咱若详细看圣经，刚拄啊读的下本，伫出埃及记32章，会发现到其中出现上侪解的字是家己，拢总有4解。头3解是百姓因家己，只有1解是上帝伊家己。因为伫圣经内面重复愈侪解的词，就是即段的重点。咱先来看百姓因家己，包括伫第7节，百姓已经败坏家己；第8节，因为着家己铸成一只牛仔；第31节，爱看圣经才有，因为无印伫就无内，为着家己做敬美上帝。为怎样圣经爱3解读着百姓家己？原来迄只牛仔有可能毋是迄外邦人的神明，毋是迄只巴利，毋是华语所讲的巴利吼。迄只牛仔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百姓因家己，就是以色列百姓因家己。因为咱是来朝见上帝。请兄弟会当甲迄个手机关机吼，请大家斗相共甲伊关起来。这是一个就咱是伫遮来交奠上帝，上帝伫咱同齐。为什么圣经爱3解讲到百姓家己？因为因伫迄个旷野中，因等摩西，因惊吓，毋知影伫咧旷野。继续要去倒位去，就会想起着要来控制因的因家己的命运，因爱一个看会到的生命，甲因带路。虽然后尾这只牛仔满做粉，互以色列人吞甲巴肚内，亲像已经看袂到，但是只爱想到咱要倚靠家己的时。这只牛仔就会走出来，互咱来拜伊。上帝透过以色列人来提醒咱，莫讲
我一定袂拜偶像，我一定袂拜有仔，我一定袂甲以色列人共款。也是莫讲我心中只有上帝，无可能来靠我家己。检采咱时时会想着上帝的话语，嘛无法度遵照伊的话来行。这就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7章19节所讲的：因为我所喜爱的好，我无法度去行；我所毋爱的歹，我反倒去行。迄华语是叫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亲爱的兄弟，咱嘛莫累积，因为伫这段经文第4节讲到家己是上帝伊家己。伫这段经文的13章，摩西请上帝纪念你的老母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捌即家己对因咒詛讲：我要互恁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星遮多。搁我所讲的即个全地，要赏赐恁的后裔，做恁永远的热。对安尼，耶和华就退火，无降落因正前所讲的迄个灾祸，迄个要灭无以色列百姓的灾祸。耶和华会退火，是因为伊纪念遵守伊家己的约。所以，当摩西用上帝的话语来恳求上帝的时，上帝无要灭无以色列人。摩西为着要拯救以色列百姓，伊放下上帝的赏赐，无愿意成做大国，甚至伊求主对生命册顶面擦去伊的名，只是伊要替以色列人来承担罪责。伊讲：上帝啊，请你甲我的名对生命册顶面来切除。摩西牺牲伊家己的做法，敢有互咱来想到一个人？无毋对，迄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嘛放杀伊伫天顶的宝座，甚至愿意互人顶十字架顶死，用火来洗清去咱的罪恶。咱无法度家己放杀家己，只有透过耶稣，耶稣伊就亲像一个大球，那互咱会当对咱这段咱想要来控制咱的性命，得到得罪上帝。咱每一摆要，只有透过耶稣伊家己，伊就是迄个球，伊来对上帝来恳求讲：爸啊！赦免这的人，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咱所做的，咱毋知。咱就要悔改，行过去上帝伊家己的旨意中间。独独耶稣是永远做大祭司，这是摩西也是任何的先知拢无法度做会到的。独独透过耶稣，咱才会当顺服上帝。请兄弟甲隔壁的人讲，透过耶稣才做会到。透过耶稣，咱才做会到。头前我有讲到，家己将迄做传道者的呼召变甲是传福音互同事就好。讲实在的，我后来无传一个。无带一个同事来信主，但是伫我的生命中发现一项代志，就是结婚以后，我的太太有3届落胎，第4届有身孕的时，伊带伫台北的营总来安胎，总共有7个月的时间。伫迄个中间，我有一摆有听 YouTube 的机会，听到一个牧者，伊伫讲道，伊用摩西的祈祷，讲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
迄时我听到即段经文，有好颠着的感觉。我会问家己讲，怎样才会算家己的日子是合伫上帝的心意？我想起4年前伫花莲的海边仔听报道会时，领受到呼召，无论得时无得时，我一定爱传道。圣神引带我伫病房内，感受到上帝的伟大甲我的美色。我跪伫我太太的病房内，搁一摆举手祈祷，请上帝原谅我用家己的话语、家己的意思来闪避呼召，请上帝搁一摆接纳我回应传道者的呼召。我太太伫台北的营总安胎7个月，总共213天，大查某囝才出世。上帝予阮会当经过对囝兄慢慢学习着信靠耶稣，就有平安。迄就亲像摩西上尾的祈祷：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快乐嘛安尼；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快乐嘛安尼。就我靠着这段经文支持着阮，辞掉工课。全家伙仔对花莲搬到台北的阳明山，去到台湾神学院接受装备。伫神学院内面，学习圣经，也是读神学，拢是真重要。但是有一位老师提醒我，搁较重要的是伫圣神的内面调整我的性命，一个做传道者的性命。性命的转变，我想可能嘛是咱南洋每一位兄弟、每一个人的期待。愿望互圣神来修剪咱的性命，互咱会当合伫上帝心意，成做一个大丛的树仔。亲爱兄弟，透过耶稣，咱才会当顺服上帝。上帝国需要搁较侪工人来传扬伊的话语，带领人来认识基督，改变生命。若是咱的身边有人徛伫献身的十字路口，伊伫遐无确定敢是上帝有甲伊呼召来做一个传道者，请恁来为着伊来祈祷。若是迄个人，就是你家己，请为着家己来祈祷。因为今日的神学院就是明日的教会，咱若希望讲明日全台湾的教会拢会当复兴起来，就需要今日的关心、奉献、甲代祷。咱台神今年阁有7000万的欠缺，请兄弟同齐来支持。上尾，咱同齐来看台神的介绍的影片。麻烦迄影片，多谢。大家平安，我是蔡珠伦牧师。首先，我要代表台湾神学院全体的师生，向咱表达上深的感恩。感谢正兄弟伫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对台湾神学院的支持、代祷甲奉献。2020年实在是一个真艰难的一年，疫情带来全世界侪人的死失，互世界无阁相款。对神学院来讲，我也面对侪新的挑战。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台神的学生主动发起台神献血的行动，主动提供弱小的教会的帮衬因来架设线上礼拜直播的技术服务。在4月到6月中间，也发起线上祈祷的祭坛，为了台湾甲世界平安、教会复兴来祈祷。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放。真艰难的一年，用弱小的教会的帮衬因来架设线上礼拜直播的技术服务。
伫4月甲6月中间，也发起线上祈祷的祭坛，为了台湾甲世界平安、教会复兴来祈祷。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放。有可能这影片有点薄仔的问题，不要紧。因为伫台城，阮即马有19个专任的老师，啊，阁有200几个学生，吼，啊，包括讲大学部的就是推广部的部分。啊，若是讲读道硕的，有总共有道硕加音乐，我们也有音乐硕士，啊，阁有智商灵性智商的硕士这样子。嘿，啊，伫咱学校今日嘛是有一个介绍，因为要考试啊，吼，有一个库卡，伊就一个卡片安尼，等者会放伫后面。若是你的朋友有想要来考试的吼，啊，阮有足好的师资，应该是全台湾即马上侪迄专任的老师的一间的成学院安尼。啊，就是需要兄弟大家来支持来带导安尼。啊，咱三甲来为着咱的成学院，还有阁有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同齐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心实。感谢你透过以色列人，互阮知影，阮的管是我靠家己。若毋是耶稣为着阮来恳求原谅，用伊的宝血甲阮洗清气，阮才有机会来得救。感谢上帝，你家己的信实甲仁爱。互阮知影，只有每一届透过圣性来悔改，才会当改变阮的性命，学习顺服。这是每一个信徒甲每一位神学生一世人的功课。感谢主，俄罗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俄罗上帝。愿伊的话会当刻伫阮的心中。即时要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201首，救主疼痛的声，因全首请起立。
即时来奉献，请陆文杰、薛文哲执事哈。请坐。喜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第5页。今天是台神的奉献主日，所以我们的神学生潘新荣代表神学院来请安。那也谢谢他在这边的帮忙哈，因为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做事哈，也许很多人没有看到，但是他就是在默默的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好，那这个主日也是美国感恩节的主日哈。那美国人是非常喜欢过感恩节的哈。那对感恩节对他们来说是全家团聚的时间，可是今年真的是很困难。好，那为了感谢上帝1年的这个宽容和带领啊，所以教会在今天起会发每一家哈，每一户1份月历。那在那个招待桌上，请你每一家拿1份就好了。好，那也是为了感恩节哈。27号晚上哈，有一个由音乐侍奉团办的2022年感谢有你。那目前已经有一些人报名了，但是教会内似乎很多兄弟姐妹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他办的方法是1家1菜哈，那你那个菜不必做太大份，就是大概就3、4人的1份就够了哈。
那我知道目前已经有超过40份的不同的菜色哈。那那天晚上我们也请赞美操还有社区的赞美操那边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共同的感谢上帝这一年的保守，好，所以也会有很多外面的人，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把福音传给我们周边的人，好，所以希望啊，你们假如还来不及在网络上报名的话，那个冯燕云今天在后面摆了，在招待桌上有摆一张那个报名表，你还是可以填哈。即使你不准备菜肴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你来。那因为当天晚上已经有一些人愿意分享这一年的恩典，那跟大家做见证，所以欢迎大家来，不是只是来吃饭，我们也借着祷告和活动来感谢上帝这一年的保守，因为2020真是一个困难的年。好，那礼拜后啊，财务组要召开这个财务的研习会啊，因为我们根据总会和中会来教我们的财务研习啊，那各团契的这个预算的编列方法还有编列的方式啊，会有一点点的修正，希望跟总会要求的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团契的司库和团契下一年的主席都能够来参加这个会，哈。那地点在那个2楼的那个青年馆的2楼哈。那我也会那个请那个淑芬只是点一下名啊，看哪一个团契缺了，因为缺了我们还要再找你来跟你说清楚要怎么编。那我也希望在施工研讨会以前，我们已经都看到你的财务的规划。那这样的话，到了施工研讨会，我们不用花时间在财务规划上，那也希望这样的常态以后，每一年大概10月、11月，我们就会请团契选出下一届的同工，然后把下一年度的事工都规划起来。好，那我特别详细说明一下，请那个团契下一年度的主席和那个司库一定要参加。好，那下一个礼拜是第5个礼拜哈，那礼拜后召开长执会小会，那请长执同工预备来参加。那各团契也开始预备下一季的事工了，所以这个跟那个年度的施工研讨会其实是接在一起的。那我们希望今年很多施工的规划能够写得更确实一点，好，而不是照以前的抄一遍。好，那主日学在周末彩虹营也有一些变革哈，他办了一个行动绘本故事屋的计划，好，就是礼拜6下午啊，可以在教会啊，这个来办一些跟以往彩虹营不太一样的活动，好，那28号是有彩虹智慧光，好，那主要是做那个湿水彩的绘画。那12月12号有粉彩，就是用粉蜡笔来画。19号要做这个姜饼人啊，他们说圣诞黑饼人啊，实际上是巧克力的姜饼人啊。那也借着这个活动，欢迎你邀请厝边隔壁哈，楼上楼下啊，你隔壁知道小孩子礼拜6下午也没什么事，就在那边打电动啊，晃来晃去的话，把他带到教会来。好，那我们也借着这样的活动，他们很有兴趣，会画画啊，会做饼干啊，那可以带他们到主日学也来认识这个福音。好，那请翻页第6页啊，那个圣诞系列的活动啊，我只请大家看那个黑字的，我们会参加什么哈？11月28我们会参加最后的献诗，12月19呢，我们会参加跟进跟陪谈。所以如果你有邀朋友去参加这个圣诞活动，请你一定要跟进来陪谈。那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跟牧师问一下，牧师那边有很多满福宝哦。那如果你前2周没有来
受训的话也没关系，跟牧师问一下。好，那12月25号礼拜五晚上的游行呢，我们会参加这个游行啊。那也有诗班啊，有一些小朋友会扮牧羊人啊，扮小羊啊。那12月26呢，县政府那边也有另外一个圣诞晚会啊，希望借着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不是因为圣诞节可以跳舞啊，可以那个高兴，而是圣诞节可以认识福音。好，那肢体的消息请大家自己看哈，那也为这些人代祷。那明年有一些活动啊，也请鼓励大家参与哈。那代祷的事项也请大家一起来看。那最后会计报告跟那个聚会的那个安排啊，也请大家自己注意。那下个礼拜有轮到的同工也请你们那个。那请大家翻回第4页啊，我们来把今天的金句啊再读一遍。哈，今日金句啊是出自出埃及记32章13节哈。那我们一起来读，请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曾向几次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要将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的后裔，让他们永远承受为业。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好，接下来牧师有补充。兄这平安。迄个几项代志来报告，伫咧报告台先，咱来欢迎三重中央浸信会张守德吗？张守德牧师跟他的孩子张汉仁，我们欢迎他。还有，那个汉人是来工作还是？这样子，欢迎欢迎。欢迎。咱头拄有真侪遮个报告，其中伫咧即个咱的具体消息的第2项这个是咱迄个七星中会商联部所举办的即个圣诞的庆祝会，甲着迄个年会因为咱南阳区要过去台北较无方便，所以商联部有安尼已经预备一台即个游览车所以欢迎咱的遮个长辈你若时间都合会好势那就安尼来咱的商联团契会长王娟惠执事来报名。即届这费用拢是由迄个商联团契来出所以你若时间都合会好势，请咱就家己来安尼甲报名伊报名时间有限到12月初1就报名截止，所以时间你若会好势，请咱就安尼赶紧来报名，较袂互咱的捐会执事安尼伫遐安尼到底是有偌济人要去安尼互伊伫遐咧袂好势安尼。为着要互伊心会安量早赶紧甲伊报名，安尼伊就较知影要安怎，因为爱搁处理即个保险的代志所以毋好互咱的遮个同工咧做代志的时阵无方便。同款的代志就是咱伫咧11月27，咱的即个圣诞的即个毋是圣诞的是感恩的即个迄个2020感谢有你即个感恩分享餐会。嘛是共款，量早赶紧去报名，才互即个咧备办的同工会通安尼较好势来预备咱毋好伫遐安尼拖拖刷刷，造成因伫咧做工课的代志的人安尼无方便伫咧我的手中有咱即个基督徒即个联导会的一寡资料伫咧要报告之前，要麻烦过来咱来看即个基督徒联导会即个有关圣诞节的即个活动的即个影片第2炮第2炮的活动，麻烦来
仁杰，荧幕还没有放下来。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赏给我们。2020年，全球各地都因新冠疫情带来极大的动荡，我们格外感谢上帝眷顾这块地图。今年的圣诞，很多国家城市被迫隔离封城，造成生活上种种的限制。我们何等蒙福，依旧能走出家门，平安喜乐地一起庆祝圣诞节。谢谢上帝守护台湾，守护宜兰，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次的聚集，数算上帝的恩典。2020圣诞夜，邀请您与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以代祷与奉献，点亮宜兰，祝福台湾。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年你想好要到哪里过圣诞节？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宜兰来过圣诞节哦。11月26号星期四晚上6点钟，欢迎大家来到圆山乡公所前面点灯，但愿神的爱能点亮每一个家庭。而且要送你一份真好的礼物，11月27。伫下6点，伫咱的罗东的中山公园，咱今年有一个盛大的一个耶诞节的点灯的一个仪式。伫点灯的同时，我们送出一个真水的点灯的这样的一个灯，希望这样一个平安的一个灯，大家拢会使早倒转，保庇咱大家一年拢平安顺遂。你有没有发现，2020年的宜兰特别亮？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6点，在宜兰市民之声广场，宜兰最美的圣诞城，邀请你一起为爱亮起来。宜兰是我们生长的故乡，每一寸土地都踏着我们的记忆。这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深爱的，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的圣诞月，请您一定要站出来，我们同心聚集，唱一首上帝祝福宜兰的歌。2020的宜兰特别亮，因为有我们的爱。亲爱的朋友，你愿意为上帝，也是我们所爱的宜兰奉献100元吗？我们的奉献交在上帝手里，可以像5饼2鱼，在神手中祝福了。破开就成为全宜兰的恩典。1人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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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你。现在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一人一鞋，兴起发光。你的每一步都可以充满活力，每一步都要不断向前，每一步都可以为主发光。2020。爱你，爱你，爱在圣诞，爱在宜兰。不要忘记哦，1人100，一定要有你哦。咱今年的这个圣诞咱已经有讲过，就是这届这是由咱公部门、县政府来邀请也因为安尼，所以咱会通看见讲，咱伫咧即个圣诞节这一系列活动内面，后来一直咧调整，因为这甲公部门这边遮，因为佫有公部门的时间的配合，所以后来原底本地亲像讲，咱伫咧11月28， 11月28号的这个点亮宜兰的这个活动，原本的计划是伫咧即个市民之声广场了，要搁去到县政府迄边遐。
后来县政府的迄个电灯，伊的圣诞电灯就要刷去到12月10号20号迄个所在。所以咱就知影讲。伫咧负责即个事工的，即个同工，因非常的辛苦，因敢若伫遐甲公部门伫遐安尼一直伫遐接洽。咱知影是公部门，因需要的是人，需要的是迄落就种会用迄落安尼讲较领头，但是咱教会，咱需要的是啥？咱拄好配合着公部门，咱伫咧迄个中间，咱要接触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正的灵魂，这才是咱真正咱所要做。也亲像咱即届头拄咧讲的11月27，11月27的即个2020感谢有你。咱知影无？咱所有报名包括即个赞美操，因迄边遐报名几个人？40几个。咱报名几个？20个左右啊。咱就通知影讲，今仔日上帝将人已经摕来到咱教会啊。咱若阁袂晓要去承接，咱是亏欠上帝。今仔日上帝伊照着即个公部门来个，已经安尼亲自来甲咱遮的即个伊是先甲即个全福会甲因接洽了就将即件事工交互咱的即个领导会。这同款意思，上帝已经开门。如果咱若袂晓要去接，有缘咱就失去上帝伊所赏赐予咱迄个遐尔啊要紧的即个积分。所以咱伫遮要搁一届期待咱所有正兄弟，咱伫咧宣教的部分，就照像牧师伫咧顶礼拜所讲的，咱爱对上帝有迄款的热情。上帝已经将安尼的人交伫咱的手，咱若确实袂晓要去承接，袂晓要去安尼来甲靠，咱袂晓去付出咱一点点的气力，安尼咱亏欠上帝，伊伫咧咱今年，伊安尼为着咱台湾安尼，互咱一个真平安，伫遮徛起的一个所在。伊赏赐互咱有遮尔啊侪的遮个灵魂，要赏赐互咱，咱若袂晓要去承接，安尼咱就安尼大来安尼亏欠咱的主。伫咧牧师的即个手的内底，头拄有讲起，就是即个事工，因为做了认真讲，真做了真大吼。毋是干那伫咧宜兰，搁罗东，搁包括迄落圆山啊，所以有足侪事工，但是这个部分，这个事工需要用到真侪钱，所以领导会遮期待咱大家人，若会使，咱嘛会通来响应。头拄伫影片内底讲的，一人100的方式，安尼来为着即个领导会的即个事工来奉献，也伫咧迄个中间嘛嘛期待讲咱的兄弟，如果你若对即个事工你有负担，伊内底有分足侪种的，伊有包括着即个包括着讲迄个圣诞游行部，嘛有包括着总务部，每一部内底拢有无共款的组，伫咧即个所在领导会期待咱讲，你若对即个事工其中某一个事工有兴趣的，你就会通伫咧伊的即个事工的边仔的即个 QR code 面顶，用迄个赖的扫描，甲扫描落来，你就用加入伊即个群组，你就用更较清楚知影即摆即个群组内面已经即个事工已经到倒位伊需要啥物款的咱就用伫咧迄个中间来伫遐加入。也因为安尼，所以伊伫咧即个中间，以后发一张表伫咧咱的即个手的，较等下放咧外口你若对伫咧某一个事工顶面你有兴趣，咱亲像讲咱是用咱教会伫咧，尤其伫咧咱的即个迄个圣诞晚会时阵，咱有要做即个陪谈跟进的即个工作所以咱就伫咧即个后壁，即个像讲即个祷告服侍组的顶面，咱嘛会使来添你的即个名甲电话即个由教会来统一了，会用甲因来做登记安尼。那头拄内底嘛，抑阁有一个就是较特别的叫做一人一鞋即个伫咧咱的即个公告栏内底嘛有即个一人一鞋，这就是拄好全福会的即个会长伊家己个人安尼
即届参与伫咧即届即个事工顶面，伊就期待讲，无伊怎家己自发的吼，伊知影讲即届即个事工非常的欠经费，伊就用着安尼，伊家己奉献700箱的鞋仔，这鞋仔是伊的公司家己做的，吼。这鞋仔吼，你行伫咧暗时行的吼，会发光啦，吼，会发光啊！我有看过实际上的物件，这鞋仔下面真正会发光啦，吼。毋是干那下底会发光，是面顶规个鞋面嘛会发光，吼。伊有白色甲乌色，吼。白色的若发光落到，就变做像即种紫色、蓝色安尼，迄个画面安尼，吼。伊即种伊就讲为着即届迄落，伊奉献700箱。吼，来奉献，每一箱伊用2500块，为着要扣这个经费，吼，期待讲咱若对即双鞋仔有兴趣的，你嘛会使来来购买安尼。好，这是有关咱即届圣诞节的即个补充的报告，请咱兄弟会通同齐来共同来关心也参与为着即个事工来做代祷。虽然咱的教会过去伫咧即个部分参与无真济，但是咱期待借着即届安尼的参与，咱渐渐咱的教会会通那亲像开大门共款，互侪人开始会通有机会来进入伫咱的教会，也来咱透过咱安尼进行咱所训练的即个陪谈训练，会通互侪人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咱也伫咧迄个中间，安尼顺续安尼训练咱伫咧即个跟进培训的时阵，咱到底安尼算讲，互家己一个收割啦吼。讲我即马训练了，我家己会用来试看卖要安怎来讲，安尼用真短时间，就将即个上帝的祝福来安尼送互咱所接触到的即个对象。所以期待咱众兄弟会共同来参与以上。这是要来上吟52首，因光归伫圣父上帝，因全首，请起立。上吟了，请牧师祝祷。因光归伫圣父上。是阮的主啊，满心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你的话语，你搁一摆提醒阮。主，当阮伫咧来敬拜你的时阵，主，阮会晓得来将阮家己来分别做圣。来，互阮伫咧面对着阮的生活内面的侪选择的时阵，主，阮会晓得选定主你的心意，毋是用着阮家己的心意来。行伫阮家己所喜爱的，若是要行伫主你所喜爱的，愿你的神亲自来不断来感动阮，也来提醒阮，互阮会通安尼伫咧选择时阵，阮会晓得选择主，
来行伫主你所爱阮行的路的道路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